你知唔知英國地產界又有千年一遇嘅大改革？原因就係4個字：封建遺毒。近日政府推出 Commonhold and Leasehold Reform Bill 詳情，原因係而家用緊嘅 Leasehold 制度，即係租賃權，係源自中世紀嘅封建土地制度。英國係少數仍然保留呢種準封建土地擁有模式嘅現代國家。所謂 Leasehold 係你買咗層樓，但只係租咗土地同大廈一段時間，99年、125年甚至999年，而塊地真正嘅擁有者係 freeholder。即係你俾咗錢，土地唔係永遠屬於你，亦都冇得留俾個孫。但作為 leaseholder， 你係要俾 ground rent 地租、service charge 管理費，但對大廈管理幾乎冇控制權。leaseholder 可以話等於二等業主，實際上受住好多限制，例如改裝需要 freeholder 同意，冇交錢又可能被沒收物業。freeholder 隨時將 freehold 賣俾第三方，託孤完新主人仲可能會加管理費、改條款。不過呢套制度喺2010年代全面爆煲，令無數英國人買到樓都形同上咗架大賊船咁。所以今次 Commonhold and Leasehold Reform Bill 唔止係補鑊，仲計劃限制甚至清零 ground rent， 整治管理公司亂收費，業主冇得揀，冇透明度，同時簡化 leaseholder 轉為 Commonhold 嘅程序，等業主真正擁有物業，而唔係永遠做二等業主。想知更多 ，follow 我哋 Panda and Partners 同添集。